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咧就唱下呢一首平安啊。咁咧呢一首歌裏面咧，我就將佢咧就分開咗5個層次，咁咧就可以適合咧無論係初級嘅同學仔啊，定係已經彈咗比較耐啲嘅同學仔噶啦。咁咧第一個咧就係關於最簡單嘅層次，就咁彈個 chord 嘅啫。第二個咧就係一啲轉位啦。第三個咧就會加一啲二音啦，同埋七音啦。第四個咧會加啲 fill in 落去，填滿下一啲空隙嘅。第5個咧我哋就會加埋啲節奏噶啦。咁啊事不宜遲，我哋就即刻開始啦喎。咁咧第一個和弦咧就係 C major， 咁啊好簡單嘅啫。咁我哋咧就咁彈 C 啦 ，E G，OK 嚟啦喎，呢個第一個 level 嚟嘅。跟住咧第二個咧佢就話係 G Bass on C 喎，咁我哋就彈 G 啦，跟住就 F chord 係咪 Bass on C， 咁我哋又係彈 F 啦，最簡單嘅呢個，跟住又翻 C， 得唔得先？咁啊4個和弦咯，我試下第一個咯喎 ，C G F C， 由頭到尾咧，你個手型咧都係冇變過嘅，用1、2、4手指咁樣彈，繼續落去 F chord C，OK。D minor 7彈 D 啦，跟住就 G， 咁啊彈晒成行噶啦。咁咧我會俾一啲初學仔嘅同學仔建議係咩咧？就係你 hold 住呢個手型 ，OK， 咁樣飛嚟飛去都好 ，hold 住呢個。咁你就可以咧就係由 C 開始啦 ，C D E F G A B C， 咁樣彈晒噶啦，係啊。咁你就試下練下佢咯喎。OK， 跟住咧你就 focus 喺呢個一手指嗰度啦，係啦 ，C， 跟住 G， 跟住 F， 跟住就 C，F，C，D，G， 咁啊搞掂晒，得唔得？好啦，到左手啦，咁啊超級簡單啦，咁啊就係左手就咁彈一下 C， 跟住咧佢咧，如果你而家係 level 1嘅同學仔咧。佢見到 G， 咁你就彈 G， 唔好理個 bass 啊。見到 F 就彈 F， 見到 C 就彈 C， 見到 F， 跟住 C， 跟住 D， 跟住 G。OK， 一齊啦喎 ，C，G，F，C，D，G，係啦。咁你就試下咧，重播頭先嗰個片段啦，你睇下可唔可以一路播緊呢條影片嘅時候咧，你可以跟住我呢個速度嘅。如果你係做唔到，你咁樣 C， 跟住 G C D E F G G。嗱，如果你喺呢個階段嘅話咧，咁我建議你咧，你就要用一下和弦嘅練習方法，我經常強調噶啦，就係點樣咧？就係 C G C G C G， 不停咁樣練，係啦。跟住練到你好熟啦，跟住你先去 G F G F G F， 跟住咧你由 C 啦、G 啦、F 啦完成咗咧，就包埋一齊就係 C G F C G F C G F， 咁樣練習 ，OK？ 咁啊呢個就係第一個層次，咁我哋就試下咯喎。就算世界刮着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我說，就係咁樣啦。OK， 咁我哋而家咧即刻咧落去第二個層次，呢個咧就係轉位啦。咁我哋一開始咧就彈 C 啦，然後咧佢個和弦係 G， 咁我哋就可以彈呢一個轉位啦 ，B D G 啦。因為咧 B D G 其實即係將呢一個 D 轉咗過嚟啫嘛。咁樣咯，本來係呢個，跟住轉咗過嚟 ，OK， 跟住 F 褪一格嘅啫，就係呢個，就係咁樣啦。咁如果咧你喺呢一度你覺得哇好難啊，棘住咗嘅話咧，你就點樣啊？用翻我頭先教你嘅一下和弦方法，就彈 C 啦，跟住轉做 G 嘅轉位 ，C G， 係自己咁樣彈10次，睇下順唔順嘅 ，OK。跟住你就再轉下一個和弦咯，就係咁簡單啫。好啦，咁呢個位置咧，我哋加埋左手嘅 bass 咯喎。咁一開始咧就係 C， 跟住咧 G
bass on C， 咁啊左手好開心，因為都係彈 C 嘅啫。F bass on C， 左手咧都係彈 C， 冇喐過嘅。跟住再去 C， 得唔得？左手完全唔喐嘅，嚟咯喎！就算世界颳着狂風暴雨，就係咁樣啦。咁然之後繼續彈落去啦，呢個就係個轉位啦。咁我哋後邊嗰句咯喎，我心仍是穩妥安舒。好，呢個咧其實咧可以點樣彈咧？D minor 7，咁我哋正常係呢個啦。咁你轉位嘅，譬如可能可以彈成係呢個啦、呢個啦，或者係呢個都可以嘅，得唔得？自己咧暫停去睇一睇呢位咯。好啦，跟住去到 G 啊，又係翻呢個。咁起碼咧呢個第二個階段咧就係你認清楚晒所有和弦嗰啲轉位先。咁但係咧你就唔使話一定要咧C，要全部都識晒嘅。我打到佢添。最緊要係咩咧？就係你咧要喺個轉換裡面好順暢嘅，即係 C 去 G，C 去 G，C 去 G， 呢一個轉換好順暢先，然之後 G 去 F，G，F，G，F，OK， 或者 G，F，G，F 咁樣。你將呢啲嘅轉換咧練熟佢，唔使全部識晒嘅。我頭先所講啦，由 C 去 G 都係一個和弦嘅啫嘛，跟住由 G 去 F 都係一個和弦。咁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咧，基本上我啲學生咧佢係完全唔識彈琴咧，佢都可以做到嘅，即係佢 C 咁樣啦。跟住我就同佢講，佢唔識彈嘅，我就話嗱，你而家撳呢個，撳呢個，撳呢個，跟住再嚟，都一樣做到嘅。咁所以 Level 2嘅同學就一定冇問題啦，得唔得？好啦，咁咧你加埋晒之後咧，咁我哋咧就去到 Level 3啦，就係第三個層次啦。我哋加啲二音上去，同埋七音。咁二音咧就係1、2、3一齊彈啦。C 呢個和弦基本上咧我哋咧就可以練習呢一個咯，即係1、2、1、3、1、4、1、2、1、3，唔係1、2、1、3、1、4、1、3、1、2、1、3。咁你就好容易咧就彈到個二音出嚟噶，1、2、3一齊彈。好啦，跟住就轉去 G 咯喎。好啦 ，G 呢度咧，你話可唔可以用1、2、3啊？咁啊，梗係當然可以啦。1、2、3就呢度啦，1、2、3，即係你會咁樣啦，1、2、3、1、2、3，跟住1、2、3、1、2、3，係啦，俾呢個 exercise 俾自己，咁又係啦，用一下和弦方式啦，1、2、3、1、2、3、1、2、3、1、2、3，OK， 3隻手指嘅啫。跟住咧七音咯喎，就係 D minor 7呢個位置咧就點樣啦？我哋咧就可以彈呢個啦。呢個咧就係二音，呢個就係七音 D minor。咁加埋個 D 咧就可以咁樣彈啦。咁呢個係咪好似 C 嗰個二音咁啊？C D E 咁啊，就係咁樣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可以咧選擇去，唔一定要彈3個音，你可以彈2個都得嘅。即係譬如一開始咧 C 係咪？彈2個咯，彈2個咯 ，F 係嘛？彈2個咯，佢會薄少少嘅，聽起上嚟咧就冇咁嘈咁樣咯。再跳多一個階段就係你可以彈1個，即係乜嘢意思咧？就係咁樣啦，呢個就係彈1個音啦。咁如果運用起上嚟咧，可以點樣咧？咁其實基本上咧就係頭先咁樣彈啦，然之後照唱嘅啫。咁我示範一次咯喎。就算世界颳着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就係咁樣咯。咁到你實際上面咧，你就唔會全首歌都咁樣彈1個音啦，而係你彈3個、彈2個、彈1個咁樣自由組合佢咯，得唔得？試下咯。就算世界颳着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
OK， 彈一個音啦。好啦，去到第4個 level 咧，就係啱啱我就彈咗啦，一個叫做 fill in 咁樣啦。咁我哋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喺嗰首歌嘅尾句或者嗰個人咧唔唱嘅時候咧，就加少少 fill in 落去啦。例如喺邊度咧？安舒呢個啦，呢度係冇嘢噶嘛。咁我哋咧加上去嘅時候咧，可以點樣加咧？首先最簡單嘅咧就係由 D 呢個曲啦。咁你又可以咧，譬如 D， 咁你咪可能1、2、3咁樣咯，係啊，最簡單呢個1、2、3，即係安舒咁樣彈1、2、3啦。又或者咧，安舒之後咧，嗰個 G 呢一個和弦咧，就彈3、4、5嚇。咁你記住咯喎，3、4、5呢個彈法先，咁就會係咁樣啦。安舒無論就係咁樣咯。咁啊3音、4音、5音。咁啊呢個咁樣彈法係非常之簡單，或者倒翻轉去啦，彈5、4、3咁樣咯，即係譬如安舒咁樣咯。咁啊呢個咧就係屬於一啲 fill in 啦。咁喺 fill in 裏面咧，除咗我哋可以咁樣彈3、4、5單音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咧用翻我哋之前嗰款咧，就係1、2、1、3、1、4、1、5呢個咯。咁你加埋一齊，譬如係3、4、5，咁你就加咗個1啫，只不過即係1、3、1、4、1、5，得唔得？咁你聽下個效果咯喎。安舒係啦，咁啊會強啲啊，得唔得？咁然之後咧，去到下一行咯。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咁困倦裏面咧，咁因為咧。佢去到 A 啊嘛，咁你咪加少少音咯，可能去呢個 A 裏面有個C sharp 喎，咁你可以係前一個啦就係 B C sharp， 或者後邊呢個咧就係 D C sharp 咁樣都得嘅，個效果就係憂傷困倦，你讓我站穩磐石之處。好，3、4、5，就算困鎖劫勒，就係咁樣咯，3、4、5。或者係1、3、1、4、1、5呢啲就係作為一啲 fill in 啦。咁啦，如果你有埋呢個 fill in 嘅話咧，聽起上嚟咧已經好豐富噶啦。咁去到咧第5個層次咯，就係加節奏上去啦。節奏上面咧，我哋咧除咗可以係咁樣，即係 broken chord 啦，或者1、2、3、4呢種咧，我哋就可以係加呢一個啦。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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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1、5、8、9、10一齊，1、5、8、9、10一齊咁樣咯。就算世界刮着狂風暴雨，好啦，呢個點樣彈嘅咧 ？F 一齊先 ，F 一路彈落去啦，跟住左手。OK， 我就係彈呢個 F 嘅啫，慢啲咯喎 ，F 一齊彈，跟住 F A C，OK，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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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曲，咁所以我哋彈咧就係1、2、3、1、2、3、4、5下嘅啫，1、2、3、4、5，跟住就轉曲，就轉一個最簡單嘅 C， 得唔得？1、2、3、4、5，轉曲。OK， 你自己試下咯喎。就係咁樣啦 ，F 嗰個啦 ，F C， 去到 D minor 啦，就係咁樣咯。咁如果你有呢一樣嘢咧，聽起上嚟咧已經好多變化啦。最後一個層次咧，你就可以加高低音上去啦。咩意思咧？即係咁樣係咪？跟住彈上去，
你咪聽起上嚟有低音又有高音，咁個層次咧就好豐富啦。好冇？咁我哋而家咧就試下做一個示範啦。咁我平時咧會點樣彈咧？一開始咧我就係最鍾意就係彈好簡單一下和弦嘅啫，就唔彈咁多嘢啦。咁唱佢出嚟最緊要聽唱嗰個嘅啫。就算世界刮着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你讓我站穩磐石之柱。就算困鎖劫難縈繞着我。好，呢度咧就加咗少少咧就係咩啊？呢度咧就係力量啊！咁你會聽起上嚟呢個大聲度係會高咗啦。咁人哋就會覺得呢個係新一段咯，有啲唔同咯，有啲變化咯，咁樣咯。繼續咯。我心藏在不死盼望，耶穌是我牧者，永在我旁。你將你講道安慰我。你賜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賜。我的心不必再憂愁，也不用擔牽。主，你賜下這平安，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就必相使我得醫治，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就係咁樣啦，咁希望咧各位同學咧就可以善用呢6個層次啦，咁令到自己咧喺彈琴裏面咧就更加豐富。咁如果咧你鍾意我嘅影片嘅話咧，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就可以去啦，咁可以有更多朋友咧可以認識到可以點樣彈，即係做司琴啦。咁教會亦都可以多啲司琴。我哋下次再見，拜拜。